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齐英银。带先来关心伫台湾海峡的意愿。中国这渔船万良鱼6月22号，今日透早伫金门海域丙船沉去，船顶有6个中国的渔民落落海，第一时间两岸呢做伙救人。中国有派直升机、海救船甲海巡舰。台湾这边海巡署嘛派出4台船，伫早起经过搜索了后，确认找到2个人，另外2个人确认讲已经亡性啊，也有2个人失踪。虽然讲最近两岸的关系比较较敏感，但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讲，为了救人，会全力的配合。海巡人员出动船艇前往金门过海搜救。今日透早，佮传出中国渔船丙船，海巡署接到通报，随过救援。搜救人员伫咧水内底捡到一领有用油画，就是船员落去的衫。中国这渔船丙船，船顶拢总6个人，2个人互救起来，另外佮有2个人已经死去，2个人失踪。本署立即成立应变中心，指挥金马澎分署、金门巡防区以及海巡队派遣4艘巡防艇前往救援。代志就发生伫咧今仔日透早6点多，一只中国籍渔船伫咧金门东顶岛西南1.1海里的所在丙船。咱台湾海巡署接到通报，飞金门4周回，派4只海巡艇前往救援。中国嘛派直升机6台和海救船、海巡艇伫咧东顶岛4周围搜索，其中一只东海113海救船嘛伫咧东顶岛附近西。向我台明代，感谢东海913。另询问你们附近有没有台巡逻艇？搜救的过程内底，中国海军信号台对话内容嘛公开。当时中国的搜救人员都集中伫咧东顶岛附近，可能是因为两岸关系敏感，佮特别伫咧问，敢有看到台湾的海巡艇？完全一个人道方面一个处理，我们能够配合协助了，哪怕把这个捞上来以后，该要后续处理的。我们绝对是做人道方面的工作。中国搜救人员戴白色的头盔，台湾海巡人员是戴红马色的头盔，两岸还咧同齐执行任务。进前海巡署执法，造成中国渔船丙船2死1挂，和两岸关系搁一摆紧张。过1个月，搁发生丙船的事件，第一时间救人要紧，两岸先放下偏见，同齐救援。真正是救人要紧，来关心台东的消息。台东的治安敢真正大红灯啊！顶礼拜才发现讲有2排人马伫台东市区，安尼伫遐咧冤家兼相拍，现场阁有庆声，有真侪在地人拢惊到，想袂到2排人马，敢若是不满对方今日透早，又搁伫中华路一间电动间啊伫遐闹代志。连线记者是新竹。好，主播可以从画面上看到一台灰色轿车停了下来，2名身穿黑的男子快步走下，拿着棍棒对着店家狂砸猛砸。店家见状也不甘示弱，竟然拿出开山刀还击，场面非常惊悚。事发就在14号凌晨，台东市中华路的一间电动游乐场，一群男子持棒砸店，还开车冲撞。根据了解，这2帮人前几天才在市区街头飞车狂飙，还持枪互射，10车17人。上演街头大乱斗，不到1周又发生这夸张事件，附近居民胆战心惊。带你来听一段警方的稍早访问。经调查，廖姓男子因与对方互呛后率众滋事，专案小组彻夜将5名犯嫌拘提逮捕，全案依涉嫌妨害秩序、伤害及毁损罪，移请台东地检署侦办。5名嫌犯被拘提逮捕，只是1周内2班人马居然可以肆无忌惮的在街头开枪砸店互砍，还恶意开车撞人，让台东民众深深觉得治安亮起大红灯。以上是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消息，镜头交还棚内。多谢新竹来关心高雄的消息。这个高雄林园区查某囝去世的案件，昨有一个这个网友伫巡过日园的时，发现讲有一具女婴，也就是查某囝的遗体。警方清查将近差不多300台车，找到这个囡仔的亲生父母。因老爸是20岁，因老母敢若19岁，目前拢是大学生。因甲警方讲，生落来已经死去啊，唔知要安怎处理，才会甲弹掉。即卖检察官要复验，要调查死因。他们很惊讶丢，生前就已经没有呼吸了吗？在远景的介护之下，查甫人的头是压低低，查某人是规身躯包密密，因2个人甲打出事的查某囝放杀伫咧业蝶的果子园。警方扩大调阅监视器，清查伫咧300架车，发现伫咧昨日暗时9点外，2个人骑机车到高雄林园清水岸路的一个果子园，甲囡仔放杀，伫咧犯案现场点10分钟。囡仔的老爸是21岁谢姓查甫人，老母是19岁
可姓查某人，2个人读无共间的科技大学，因向警方表示，唔知影家己有心，佮加上囡仔出事了后无性命现象，唔知影要安怎处理，才会甲囡仔放杀。不过警方是保留态度，爱等检察官甲死亡的原因查清楚。先制作2人警询笔录，待婴儿尸体复验时，再由检察官对2人进行复讯。因为查甫本来就是临床人，知影亲水干路较业点，才会选择者来犯案。掠准无人知影，想袂到过转工就互农民发现尸体。根据了解，2人即马是带做伙，1个月会当去处理一届。爸母对逝世犯案的代志，拢感觉真惊吓。目前检方搁伫咧调查，爱补清楚囡仔到底是死了后才互放杀，也是死之前就已经互人放杀，是爱照遗弃尸体罪，也是遗弃致死罪。移送法办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